伫咧台北树林有一大社区，这内面9成拢是海沙厝，住户有95户，居民就要忍受这天崩放落来，阿摩土开始晓开的问题，而且这建筑物的结构安全因也烦恼。台北市政府考虑到这危险性，用专案的方式协助因途经，今早起也动工开始拆咯。伫公寓外口会当看到10户的所在，规个为中央避开，特别落落来。行入去厝内会看到天崩的钢筋走出来。这是台北树林福林路巷仔内的社区。这个厝起好40年，超过9成拢是海沙厝。捌做过社区主委的张善时指出，居民住伫这样危险的厝内底，是逐工拢心惊惊。最惨的就是方式啊，就是举头，通通都是龟裂，然后水泥一直会剥落，海沙屋住进去的心情是很痛苦的。事件的日子即马总算是看到终点。透早台北市政府举办祈福的仪式，要正式展开拆除的作业，为咗祝福出席欢喜翕相做纪念。过程中，因上烦恼的就是途经案无法度顺利推动。很怕没办法改建，可是今天动工，这种心情难以形容啦，非常的高兴。台北市长周万安透早出席活动的时，除了强调推动海沙厝途经案改建，要让市民更较安全的环境，佮新路要规划较要行人安全的人行道。我们也考量现在大家很关注的行人地域，我们也规划会有3米的人行道。5层楼高的海沙厝楼公寓，经过怪手拆除，会成做平地，改建成17楼高地下4层的大楼。住户为95户增加到148户。老住户讲，经过半年拆除、3年半重建，真期待4年后，佮转来遮展开新的生活。记者林志文、吴家宝台北报道。